顶个月中华有3只地啊，伫咧新港的美港公路互车弄甲重伤，当地交通设计就引起关注。今仔日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内视察，宣布要核定将美港公路改造高架化快速道路的工程，总经费167亿8400万，全部由中央来负担。那交通部嘛强调，伫咧年底进前会完成将全国390个省道的路口改善好。详细听报告，行政院长陈建仁11日中华关新港向了解第61线美港公路高架化工程，交通部公路局办理可行性评估，送国发会审查1年外，行政院今仔日正式宣布核定，总经费167.84亿，中央会全部负担。虽然是现在的施作是一个平面道路，把它高架化的一个计划需求，因为可以把全线的这一个28处的路口大概做整个一个立体化。中华关新港向西站的3个车地啊，顶个月底经过美港公路和建国路口斑马线的时，互伤仔车撞到，其中姊妹2个人重伤也咧大院。根据中华关警方统计，6.5公里长的美港公路启用12年，计共发生1326件车祸，造成8个人死亡，390个人受伤。官府望高架化通改善交通。高架化西边会为第61关从滨产业园区开始，东边到国道3号河滨交流道。地方认为高架化也通促进经济发展。彰滨工业产业园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产业园区，面积超过3000公顷，那所以这个对经济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核定通过，我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在这个详细的综合规划以及环评的部分要来加紧土地的这个征收，也希望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交通部表示，美港公路高架化了后，会乘做快速公路，双向4个车道设置3个交流道，会当解决月底平面28位号志路口无够的问题，预计2034年完工。若西站的3个车地啊车祸路口会改做 Z 型斑马线，搁增加照明，年底前会完成全国398位省道路口改善。记者综合报道。